冷氣機檢查即日安排，實時客服快。在香港炎熱潮濕的夏季，一部運作良好的冷氣機絕對是每個家庭和辦公室的必需品。當冷氣突然出現問題時，往往令人非常頭痛。冷氣通明白你的急切需要，提供即日安排的冷氣機檢查服務，由專業技師實時快速處理，讓你享受舒適涼快的空間。為什麼需要定期冷氣檢查？冷氣機長時間運作會積聚塵垢、水漬及其他雜質，不但影響製冷效能，更可能導致異味或滴水問題。定期的冷氣檢查不但可延長機件壽命，更可節省能源費用及避免突如其來的故障。我們提供的冷氣相關服務：冷氣機檢查、冷氣檢查、檢查冷氣、檢查冷氣機、冷氣清洗、冷氣保養、冷氣安裝。實用技巧：如何判斷是否需要檢查冷氣？冷氣機送風變弱或不夠冷，機身滴水或發出異味，運作時有異常聲音，電費突然上升，長時間未曾清洗或保養。當出現以上情況時，建議立即進行冷氣機檢查，避免問題惡化。冷氣機檢查流程圖：客戶預約即日安排技師上門，冷氣機檢查報告及建議常見問題解答。FAQ Q 幾耐需要做一次冷氣機檢查？ A 建議每半年進行一次冷氣檢查，尤其在夏季前。Q 冷氣檢查收費點計？ A 根據機種、品牌及檢查項目而定，我們提供免費報價。Q 是否即日可以安排檢查？ A 是的，如當日預約尚有空檔，可即日安排。Q 冷氣的水係咪就一定要換機？ A 未必，可能只需清洗冷凝管或檢查排水系統。Q 技師會唔會即時提供解決方案？ A 是的，檢查完畢會提供維修或保養建議。Q 有無保養套餐服務？ A 有的，可為你量身定做冷氣保養計劃。Q 可以檢查中央冷氣或商用冷氣？ A 當然可以，我們有相關專業技師。Q 檢查後是否可以即時清洗或維修？ A 視乎現場情況，技師可即時進行服務或另約時間。